喺妹姐10月10號呢一個62歲誕辰嘅日子，鹹魚圓呢特別係做咗呢一個視頻呢，雖然短短幾分鐘，但係裡面嘅呢啲絲絲記憶呢，係令到大家都可以重溫返妹姐當年嘅風采嘅。咁其實呢，即係可以話妹姐呢就對於香港嘅樂壇啦係有住一個非常之大嘅影響，但係對於我哋呢，呢一批即係當年都係做DJ 們嘅少女們呢，其實都係大家亦都係雖然工作上面嘅朋友啦，但係呢亦都係知己嘅。好多時候呢，我哋都喺工作嘅前後呢會共聚啦，後台傾偈啦，甚至乎呢即係會相約大家見面添嘅嚇。咁亦都一埋身呢都會傾好多心事。嗱，呢一個嘅相呢，就係當年呢，其實就妹姐佢嘅外將啦，佢能夠得到呢即係10大中文金曲嘅一席位。雖然嗰陣時咧妹姐就係病嚇，咁但係咧佢仍然係非常努力咁演出啦，而且咧演出係非常之精彩嘅。大家見到啦，就係見到當年咧妹姐着嘅呢啲衫啊，舞台上面嘅風采啦。另外咧妹姐咧佢舉行過28場嘅個人演唱會嘅，亦都係香港嘅呢個特別嘅紀錄啦。而且咧每一場咧佢都能夠咧就好專業咁演出。我相信咧即係大家都知道妹姐係好為其他人諗嘅，就算自己可能唔舒服啊，或者係即係好攰啊，佢都會盡量咧係喺舞台上面以最好嘅姿態見大家。另外呢一個咧就係第21屆嘅10大中文金曲咧，妹姐咧就係以呢一個金針獎係獲獎啦。可以話咧佢係不斷嘅去提攜好多新人啦。眾所周知即係草蜢啊或者其他佢身邊嘅好多嘅歌手咧，都係俾好多機會佢哋同佢自己合作嘅。另外呢一張相咧就係夏妙然當年同魏炳郎同阿梅艷芳一齊合作中文歌集，其實真係做過好多次訪問，所以我哋嘅感覺咧就好似親人知己朋友。同阿妹姐嘅呢一個咧就係喺後台嘅合照啦。亦都我哋喺準備彩排嘅時間，有好多等嘅時間咧，都係分享翻我哋嘅近況。所以話咧，即係可以喺呢啲日子裏面特別記起我哋好喜愛嘅梅艷芳。雖然佢個體離開咗我哋，但係佢嘅精神、佢嘅歌聲、佢嘅感覺，其實咧絲點也不離開我們嘅。而且我哋都係繼續希望將佢嘅音樂、佢嘅精神咧係承傳落去啦。佢愛大家，佢對社會嘅貢獻咧，亦都可以回歸社會，大家可以做多啲對社會有用嘅事善事等等，或者係做多啲義工。So this was the content about to celebrate Anita Mui 62 birthday video content. I hope you like this content and please subscribe. 皆さんこの内容は香港昔亡くなったアニタ・ムイさん、昔私と一緒に仕事の写真したことを紹介しました。その内容好きだから登録してください。アニタ・ムイさん、私たちはいつでも心から愛してる。希望大家 like 同埋 subscribe 啦。